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機械人賽馬研究所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目標係主要提供穩定性嘅貼士同埋所有嘅統計數據。我哋提供嘅所有貼士同埋資訊係完全免費嘅，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咧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。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。大家好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有重要嘅更新改進，機械人貼士嘅影片會拆為兩個部分，一個係賽馬貼士部分，一個係賠率貼士部分。機械人貼士原本嘅上載時間係跑馬日嘅前一日晚上10點鐘，會改為排位當日嘅晚上6點鐘，而非佔比同賠率貼士嘅時間會改為賽馬日前一天晚上嘅9點30分。正式推出嘅時間，賽馬貼士係3月31號正式推出，而賠率貼士係4月1號正式推出。詳細嘅情況大家可以睇返呢個圖表，裏面嘅所有資料都會有全面嘅更新狀況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大家好，我係機械人。先講返我哋新界面裏面改動咗嘅資料。大家右上角見到嘅就係電腦分析形勢分佈圖，我哋將會改為5個級別：強勢、有利、中等、不利同埋劣勢。每一匹馬都會對比返佢嘅電腦級別。而右下方就係2次元排位分析，加插咗嘅就係標籤馬，可以留意返所有標籤嘅對應嘅馬匹。左手邊嘅下角就會係近5戰裏面馬匹最好嘅成績，例如3號係曾經最好跑過第1，又例如4號曾經最好係跑過第4，而最下方黑色部分代表2、6、8、12號係未入過4甲。而我哋非佔比嘅資訊、機械博覽區、機械人戰略同埋新嘅機械人特別行動，都因應要有賠率之後才可以提供。而賠率賽馬貼士影片將會喺賽馬日前一日晚上9點半上載影片，請大家留意一下。我哋嘅機械人速遞最新嘅飛數移動，我喺每一個賽馬日第一場開跑時間嘅前30分鐘上載，請大家留意一下。第61個賽日4月9日星期3，跑馬地 A 跑道賽事9場，開跑時間1840，上戰嘅貼士加提防入圍係27匹。路程分佈圖：1000米係第5場，1200米係第2、第4、第6同第9場，1650米係第1、第7同埋第8場，1800米係第3場。以下呢個環節係上次賽後報告嘅所有統計同埋參考資料。上戰嘅成績簡報：10倍以上嘅入圍冷馬博覽區，第3場跑第4名聖多多32倍，第5場跑第3名幸運旅程23倍，第6場跑第4名營造組裝44倍，第8場跑第4名精算激流13倍，第10場跑第2名龍城精將42倍。優勢指數嘅10倍入圍冷馬，第2場跑第4名進優自在10倍，第5場跑第3名幸運旅程23倍，第7場跑第4名飛雪神區21倍，第8場跑第4名精算激流13倍，第9場跑第2名江連80 63倍。
第一場5班165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4號威威父子，標籤為告記；7號傳承者，標籤為告記；3號進彩飛馳，標籤為小心；10號朗日雪峰，標籤為小心。第二場4班12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1號城中勇士，標籤為實力；2號北地烈馬；12號有你有我；4號的愛好。第三場4班18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9號精明選擇，標籤為馬膽；5號飛騰追，標籤為小心；2號香港神區；11號大將。第四場4班12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0號飛黃，標籤為實力；9號越進知己，標籤為古惑；2號變換精英；5號人和嘉盛。第五場3班10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4號顏色之王，標籤為小心；2號年少多好，標籤為小心；3號年年幸運；8號好多利高。第六場4班12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3號號霸王，標籤為告記；9號長勝力區，標籤為小心；6號勁者，標籤為古惑；12號電信驕陽，標籤為古惑。第七場4班165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5號威武年代，標籤為告記；9號年年歡呼，標籤為告記；4號滿心星，標籤為實力；6號追風，標籤為小心。第八場3班165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1號寶城智星，標籤為實力；10號非凡豪傑，標籤為實力；4號黑桃火箭，標籤為小心；7號勁好運，標籤為古惑。第九場3班12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8號金匯星星，標籤為馬膽；9號輕功猛男，標籤為實力；12號勁進非凡；4號時尚風趣。機械人要提防嘅馬匹係第一場2號龍澤飛區，電腦級別係強勢，機械指數係85，優勢係 XY， 標籤係古惑。第二場8號飛雲，級別係中等，指數係78。第三場12號青春力量，級別係有利，指數係76。第四場12號線路萬里，級別係有利，指數係77。第五場1號人和家興，級別係中等，指數係77。第六場4號加非凡，級別係中等，指數係85，優勢係 X2Z， 標籤係直播。第七場1號標之量子，級別係強勢，指數係84，優勢係 Y， 標籤係古惑。第八場1號阿基拉，級別係有利，指數係81，優勢係 X， 標籤係古惑。第九場1號
方糖武士，級別係劣勢，指數係81，優勢係2set，標籤係直播。以下呢個圖表係今日所有主力麻匹嘅參考資料。唉，開心嘅時間真係過得快。今日嘅賽馬貼士已經到咗尾聲啦，麻煩大家幫忙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可以馬上通知你啦。咁就係對我哋嘅最大支持啦。如果未訂閱我哋嘅朋友仔呢，可以喺 YouTube 搜尋裏邊輸入機械人貼士，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影片噶啦。最後，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咁麻煩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嘅馬迷朋友啊！多謝晒大家嘅收睇同埋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